姐姐 Hello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Yanti Fianti，今年幾多歲？今年34歲， 34歲，結咗婚未啊？我結咗婚，有幾多個小朋友啊？有2個小朋友，今年幾多歲？大一10歲，大二5歲。5歲。咁喺香港做咗幾耐啊？我喺香港2年， 2年啊？照顧咩人啊？照顧 BB 㗎，照顧 BB。係咁幫 BB 有冇幫 BB 沖涼嗰啲㗎？有幫 BB 沖涼，幫 BB 飲奶，換尿片氹佢嗰啲 BB 啊？瞓覺。你同 BB 一齊同間房㗎？係啊，我同 BB 瞓覺。咁樣。你識煮咩餸啊？食煮飯、蒸魚、蒸蛋、蒸米骨、煲湯、煲粥，自己整蛋糕俾 BB 食。好啊，唔該晒，拜拜。拜拜。